Hello，大家好。在加密货币市场中呢，亏损呢往往是交易者不可避免的问题。那如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讲讲如何在加密货币市场中呢，通过简单的交易策略来摆脱这种亏损带来的恶性循环。那还没关注红哥的呢，可以关注、点赞、收藏。我们接着往下看。摆脱亏损的恶性循环呢，关键在于采用一种有效的趋势交易策略。这种策略旨在通过捕捉加密货币市场的短期价格趋势，实现的较短的时间内的一个盈利，从而避免长期持有的造成的一个损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而且呢简单的一个策略。如果说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呢这个三市均线呢朝上走了而且的话呢，它的均线的话呢也是朝上走的，那我们就可均线也是朝上走的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这个均线的位置就可以进行买入比如它的 K 线在这个均线的上方K 线在这个均线的上方，那我们可以考虑在均线的这个附近的位置买入啊。如果说呢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没有往上走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了，那么呢它的 K 线呢也是在这个它的下方比如说这是 K 线，K 线柱呢它也是在这个均线的下方这样排列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卖出及时卖出。那一般卖出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在当它这个三十日均线呢出现了往下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就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可以卖出了这样卖出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交易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趋势交易而这呢当然也是整个趋势交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应用，而且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那许多交易者呢都是通过采用了这种趋势交易策略呢，成功摆脱了亏损的恶性循环。那他们通过了识别市场趋势，选择适当的入场和离场的点位了，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盈利。那与传统的长线投资策略相比呢，趋势交易的策略呢更加灵活和敏捷能够在市场的快速的变化当中呢做出快速的反应，从而呢获得一个盈利。那当然，长期大价值投资呢固然是很好的，那当然的话呢，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呢，可能短期的一个交易的话呢，能获利的可能是最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既能解决当前的一个收入来源的问题，而且呢还可以通过交易来获得一部分的这个盈余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红哥的频道呢，可以关注、点赞、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